渊，嗯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可是我还没收完衣服呢。先别收了。你看，匡豪，你从哪儿弄的呀？买的呗，难不成还是偷的呀？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昨晚。昨晚。昨晚我怎么没看见？那你看到了，还能是惊喜吗？这你花了不少银两吧？没事，我拿用不着的东西换的。我已将玉佩舍弃，会不会就能一直留在你身边了？